你就乖乖的跟着我，浪迹天涯，除暴安良，保家卫国，笑傲江湖。我一定会让你永远的幸福快乐。哎，一会儿就这样跟他说。还装神弄鬼啊！喂，出来啦！听到你声音啦！还不出来？嘿嘿嘿嘿嘿！抓到你了，小龙女啊！其实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聊一聊啊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的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现身？这么快就发现我了？小龙女啊，你别玩了好不好啊？我今天真的不想再玩什么游戏了，能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，好好的听我说几句？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二人世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啊，我们两个呢，从早上起来吃早饭，玩游戏，吃午餐又玩游戏，吃完晚饭做家务事，然后洗得白白的就睡觉，从头到尾就只有2个人。难道你真的认为这就是幸福吗？生活除了二人世界，还有其他很多事情的。哎呀，快点变回原来的样子啦！我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我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小龙女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爱你啊，小龙女。喂，我还有肉麻的话要说。喂，我们2个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，我会好好的珍惜这份爱的。小龙女啊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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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啊！所以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会更加。喂，你们这么多人拿着棍棒，到底要干嘛呀？你走开了，我们在抓年兽。年兽？哦，它不是年兽，它是我的。是什么呀？它是我们家养的。什么？是你们家养的？对。哦，那就是你派他来吓唬我们小孩，破坏我们田地的啊？不会吧？我妈就是被他活活吓死的，这笔账怎么算啊？啊！你还我妈，把我妈还回来！喂，不是啊，误会而已，误会而已啊！他一定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的，肯定是误会啊！不用跟他废话，这事跟他有关，把他带走，走！快！走！哎呀，你们误会我老公了。小龙女啊！哎，你们看啊，我们家连1只鸡、1只鸭都没有，又怎么会养那么可怕的怪兽呢？实不相瞒啊，我老公就是大名鼎鼎、名震中原的天下第1才子朱天帅。你们别看他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他呢，一旦着急了就会语无伦次了。刚才肯定是看你们那么多人，吓得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啊，是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一场误会。弟兄们，走。走了。小龙女。啊，今天的菜真好吃啊。我吃饱了，
我去洗澡了。不用了，反正你明天又会弄脏的嘛。要不然这样啊，吃饱了我洗碗呢。不用了，明天还要吃饭嘛，明天再洗了。哎，那要不然呢？吃完饭我们一起玩游戏。你以后都不要再玩游戏了。啊？为什么不玩游戏了？啊，哎，你快点啊，多吃2口，待会儿我们就要出发了。去哪儿啊？你刚才没有听到村民们说吗？今天在社区广场那里会有一个聚会，应该是商量怎么抓年兽，我们也去好不好？真的？嗯。但是，你不是说想过一些不问世事的2人世界的生活吗？我仔细想过了，虽然呢，我们这些日子过得很幸福，但是天天都一样，早晚都会厌倦的嘛。而且你好歹也是玉皇大帝亲自委派的天蓬元帅，上过天堂，下过地狱，是一个英雄好汉。你应该扬名立万，名留千史，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所以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过回浪迹天涯、保家卫国、除暴安良、笑傲江湖的生活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小龙女说得好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玩游戏也搞得我好累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有一只年兽出现，那我们2个就可以好好的做一件好事，让那些老百姓看看我的猪哥哥有多威风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哈气神功，怎么把那只年兽打得落花流水，赶出10万8千里之外。想走出我的五指山没那么容易。哈气！还抓不到你！啊，你真棒啊，猪哥哥！我们这就去收拾那只可恶的年兽。我们要为那些被他吓到的小朋友出一口恶气。我们要为死去的婆婆讨回一个公道。我们要让所有村民过上国泰民安的日子。小龙女，啊喂，干什么？吃饭怎么就把衣服换了？太久没出去了嘛，这次出去当然要好好打扮一下了，搞不好的话，他们会说你老婆是黄脸婆。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。喂，我来了！老婆，她就是我说的美女，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啊？是啊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！这帮人都疯了！来，我们上那儿去收。哎呀，他们怎么了？全傻了。大家稍安勿躁。我有话要说。哇，声音都那么迷人！哎呀，别磨蹭了，赶紧说啊！是这样的，猪哥哥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你说吧。是这样的啊，听说我们这里呢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要听说，快给我下去！下去！喂，看你了，下去！喂，下去！我是她老公，我说了才算呢。下去！你回家讲吧你！下去！哎，别跟他们说了，我们回家。下去！哎，那群疯子，好像前世没见过女人一样。你是很漂亮，但他们也不用这样嘛。再说了，
我们说好了要商量怎么抓年兽的嘛，刚才一句话都没提，真不该管他们，最好通通被年兽给吃掉。哎呀，猪哥哥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应该讲那么恶毒的话咒人嘛。我就说一下而已嘛，一说就中吗？如果我一说年兽就真的吃光他们，那我就不是帅帅哥了，是玉皇大帝了。其实呢，我父王是可以控制年兽的。真的？我记得小时候呢，父王跟我说过年兽的故事。年兽其实是我们深海的一种动物。是吗？在太古时期，有一种样貌狰狞、生性凶残、专食飞禽走兽的怪兽，人们就叫它年。年呢很爱吃的，它什么都吃，而且还要天天换口味。小到就像虫子这样，大到就好像人这样的，它都不会放过的。哇，比我还能吃啊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胃口，年呢每隔365天就会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，一般呢会在天黑之后出没。慢慢的，人们就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，就把这可怕的一夜称之为关煞，就是年关。哎呀，就是除夕那几天啊，我们这些猪也很惨的。也是因为这年兽，每到过年关这一天呢，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做好晚饭，然后就杀猪宰牛，然后把大门封住，就躲在屋里吃年夜饭。由于吃饭的这一夜凶吉未卜，所以这顿饭呢也就特别的丰盛，杀猪是在所难免的。原来是这样。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用餐，表示和睦团圆之外，还要在吃饭之前共祭祖先，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。吃过晚饭之后，谁都不敢睡觉，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。以前我以为这只是个传说，可是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我懂了，小龙女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抓到年兽，把它剁成肉酱，剥皮拆骨，然后做成肉丸子，分给大家吃，让年兽永远消失在地球之上。好啊，猪哥哥。哇，好幸福啊！我大不了一死，保卫家园是咱们男子汉的义务。我得和大家一起去抓年兽，要不然永无宁日。相公，媳妇，我要是回不来，你就再找个好人嫁了吧，照顾好自己。相公，你别走啊，别走！红色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好啊，都放那儿吧啊！村长，朱大嫂，你来了。我来呢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终于想到办法，怎么对付那只年兽了。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，除夕的晚上，年兽突然出现，整个村子的人全都被年兽吃光了。可是，就只有一家挂红布帘、穿红衣的新婚夫妇没事，还有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，火光通红，燃烧之后啪啪的爆响。年兽转到此处，看见火光，便吓得掉头跑了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我懂了，这个年兽啊，它怕红色。对，这年兽啊，它还怕响声。没错，年兽不但只怕红色、怕光，还怕响声。所以我建议这2天，家家户户在门前都贴上红纸，穿红色衣服。到了夜深时分，我们就敲锣打鼓，放爆竹。我想这样，年兽以后一定不敢再来了。好，我们一定按照朱大嫂的建议去办。现在派所有的人
去准备所有的红色的东西。好，村长，诸位乡亲，我推举由朱大嫂带领我们这次的大行动。我不行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朱大嫂，你博才多识，见识广博，你人又这么善良，我们全村的人呐都很喜欢你。以后你当我们的首领，我们肯定一呼百应啊！说不定你还能带我们走出困境呢。朱大嫂啊，你就答应我们吧！答应我们吧，答应吧！朱大嫂，我们好久没有过上这种太平盛世的日子了。我们全村男女老少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。你就帮我们一次吧，帮我们恢复信心。老头子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村长，您先起来，我答应您。都不知道干嘛，非要搬到这个破地方。住在城里多好啊！要逛街、坐车、坐船都可以，而且还有便利商店呢，那么方便。到这儿干嘛？不行，下次找猴哥借一下筋斗云来用用，那不就方便多了？年兽自动送上门来了，想跑？压得多赢得多，快点！466大！压得多赢得多！快点！多少钱？他好像剩下不多了。他怎么这么有钱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怎么说不怕呀？真是。跟他对着买肯定能赢。456大。哎，你的，还剩最后3局了，要买快买。赌3局？为什么？大家都赶着回家办年货，准备过年嘛。要过年了吗？客官，你没有家人吗？你不用回家过年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来，开！466又是大！我开赌坊几十年，赌徒我见得多了，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，永远买大赔小，买小赔大。你快成了别人的指路明灯了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赌了，回家好好过年吧。啊！我还就不信邪了。小552大！怎么样，还赌啊？有赌未必输，我还有最后一个筹码，开。喂，站住！别跑！喂，站着！你以为这什么地方啊？运动场啊，跑来跑去的，还我筹码！我在追年兽啊！你快点放开我！我才不管你呢！我在赌钱，坏我的好事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！你不把筹码还给我，就甭想走！
哎呀，你这个小胡子，强词夺理啊！3局已赌完，关门了，都走吧。不行，刚才那局不算，再来一局。不赌完第3局，我死都不会走。喂，筹码！喂，让一让！筹码！筹码！还我筹码啊！喂，香蕉你个水蜜桃啊，你还来烦我？你再跟着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啊！你不还我筹码也行，跟我赌一把啊！啊，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嗜赌的。现在年兽跑了，不知道会害死多少人。你为了区区一个筹码大惊小怪的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好啊，就赌我是不是男人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就输一个馒头给我。啊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赌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啊？天下间哪有女人长成你这副德行啊？你不是男人是什么？愿赌服输啊！喂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脱裤子啊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啊？哎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我不想跟你说了。哎，喂，来，我脱给你看，我脱给你看呐！喂呀，行了，你赢了啊，你赢了，算你狠，你厉害。哎，我终于赢了一把。喂，来个馒。馒头，收摊了。馒头，给我馒头。他收摊了。给我馒头啊！人家收摊了吗？馒头。别找了，他给我馒头。他收馒头，给我馒头啊！哎，你把东西放这边。哎，那个灯笼啊，再挂高点。对了，哎，那个全部都改成红纸。小心一点啊！哎，这里贴一张，哎，这里也贴一张。哎，大叔，你不怕火啊？哎，首领，哎，你想我做什么？停疗。停疗？嗯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怕我不会弄啊。这个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找一些竹竿，把它点成火炬，在除夕之夜，我们在周围插满它，等到天一黑，我们就点燃它。竹竿在燃烧的时候，里面的空气就会不断的膨胀，竹枪呢就会发出爆裂的声音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这样年兽就应该不敢接近我们了。好，我去准备竹竿。首领，你也累坏了吧？进屋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吃碗面吧。来。首领啊，忙了这么半天，吃碗面吧。那我怎么好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为我们付出那么多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哎，吃吧，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首领，你吃面的姿势都这么优美。就是，你看他头上的那个发饰，多好看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。是啊，如果这身衣服给我，我不知道有多满足呢。哎，你喜欢啊？送给你啊！这2只给你们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要不我们也送你点东西吧？你想要什么呀？不用了，要的，就当是留个纪念。百家菜。百家菜，不用刻意去做，只要把你们家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就行了。谢谢你们的饭菜啊，我明天再来。再见。回家给猪哥哥炮制一锅乱炖，他一定会高兴死的。哎，客官慢走啊！说真的，你到底有几天没吃饭了？进赌场几天就几天没吃。那你在赌场待了几天？10几天。10几天不吃饭你都可以啊？好饱啊！你真是好人，请我吃这么多东西，多谢啊！后会有期。喂，我什么时候说了请你吃啊？喂，馒头都是你叫的啊？喂，全都是你吃的哦。喂，兄弟，你没搞错吧？喂，我真的没钱哦。喂，那你还带我到这儿？喂，是你叫我带你来这里的。喂，我钱都输光了。喂，那怎么办呢？2位客官，
年近岁末，提早打烊，两位先结一下账。盛会30文钱。我来。哎，别，我来。别，我来。哎呀，不，我来。不，要不下次再说。老板，有人吃霸王餐呢。哎呀，跑了这么远，应该没事了吧？哈。我们可不是一般的速度，应该追不上来了。你歇会儿。好，歇会儿。你笑什么呀？好刺激啊！这有什么可刺激的？是啊，好久没这么刺激过了。我现在心砰砰直跳啊！大家都是男人，不怕跟你说，我好久都没试过，觉得自己这么有活力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其实我这1个月，都没像刚才那样。还不回来？猪哥哥回来啦！这是在哪里啊？父王，谁是父王？我是年。你骗不过我的双眼的，你明明就是父王，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啊？我都说了，我是年，不是什么父王。父王，你别闹了，快点放我出去！你干嘛抓我？才怪！我好不容易抓到你了，我今天是大有收获呀！父王啊，放我出去啊！还想反抗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放我出去！喂，父王，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疯了，父说王！我疯，你才疯了！走。天黑就得睡觉，天亮就要起床。他说这样身体健康，延年益寿。每天都要洗澡。是啊，事事都要讲规矩。除了洗澡，无论急不急，每天都要按时上大号，而且要定量。那我懂了。一个大男人这样活着，真是生不如死。哎呀，人生得一知己，真是死而无憾呐。朋友，不如你们分开算了。哎呀，这样不行的，我很爱他的。正所谓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。要不你就跟他说清楚，搬到市里人多的地方，多交些朋友，就没有那么孤独了。他说过，2人世界才算幸福的吗？我答应过他，要让他幸福一辈子的。喂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死了算了。喂，我怎么能死啊？我死了，他不就守寡了？他守寡会哭的吗？他哭起来就会天崩地裂啊！哎，我帮不了你了，我走了。喂，别走啊！你又想怎么样？哎呀，做个朋友总可以吧？跟你这么一聊呢，心情开阔多了。下次找你出来喝茶呀。我不喜欢喝茶，我只喜欢赌钱嘛。只要你陪我赌钱，我就跟你做朋友。我无所谓的。不过我没钱的嘛。有没有搞错？男子汉大丈夫，1文钱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有1文钱，我就可以赌，有赌未必输。我真的1文钱都没有啊！那，不信你看，真的没有啊。我的筹码。哦，怎么这个筹码在我这儿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去赌场再赌一把。喂，干嘛？关门了。对啊，那我这几天怎么过呀？跟我过啊。跟你过？是啊，3个人热闹一点吗？男男女女不适合我，我只适合赌钱。什么男男女女啊？我教我老婆赌钱，你不就多了一个伴儿了？诶，也好啊。那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只要有人陪我赌钱，说什么都行。走啦。
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厉害啊？从这个角度看，他还挺帅的。可是人家已经有老婆了，还是别跟他走太近。过来。他想干什么？完了！哇，好功夫啊！这次还抓不到你这只年兽。嘿哈嘿哈，呜呼呼！哼，没想到这个人其貌不扬，身手还不错。哎，嘿嘿，哎，喂，进村吧。进村？是啊，他们小看我嘛。现在我把年兽抓回来了，这次看来我要火啦！你突然有事要做，我也突然有事要做，那我以后再到村里找你啊！走了。喂，记得回来找我啊！完了，猪哥哥不知道年兽就是我父王，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出去。喂，快点出来啊！我抓到年兽了！别拉了，好不好啊？你什么人啊？竟然这样对待老人家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猪狗不如！你说什么？哇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抓的是年兽啊，怎么会变成个老人家了？你这个人渣！你怎么这样对待老人家？不是，我明明抓的是年兽啊！啊，是你呀！我岳父啊！我明明抓的是年兽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谁是你岳父啊？啊，谁是你岳父？我告诉你，别乱叫啊！我这辈子无儿无女，无亲无故，你别乱叫啊！你怎么会无亲无故呢？我的小龙女不是你的女儿吗？这个朱天帅竟然要蒙混脱身，简直无耻！喂，朱天帅，你这样欺负老人，我跟你没完！就是啊，喂，不是，天天招摇撞骗，简直是害群之马！可不是嘛，首领嫁给这样的老公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就是太不像话了，天天告首领要饭给他吃，真是不要脸！喂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其实我抓回来的真的是年兽啊！为了我们首领的下半辈子，我们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父王也是，干嘛把我变得那么小？猪哥哥，你千万别出事啊！这样爬，不知道要爬到什么时候。猪哥哥，你不要出事啊！还是我的眼泪管用。你们别误会啊！喂，不是，我刚才真的抓的是年兽啊！喂，岳父，你帮我解释解释啊！我帮你？哎，你忘了刚才你还想打我呢？刚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岳父吗？你无缘无故把什么年兽啊？你别乱叫啊！别乱叫！别听他胡扯了，给我杀！杀！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抱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打死他！年兽啊！
先救人再说。小龙女，父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干嘛不在龙宫享清福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你爹，也不是父王，你怎么还叫啊？我说你上辈子是不是没爹没娘，见谁都叫爹呀？啊！父王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怎么说话语无伦次的？是我啊，我是你三女儿啊，小龙女，你一直都很疼我的，怎么不记得了？这，别拉我！父王，父王，我见你就烦，我烦，走，走开！父王啊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呀！什么秘密啊？世界末日到了！世界末日？哎，我劝你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呐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啊！我时间不多了，不要挡着我啊！我去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，不许跟着我，不许跟。爹不是疯了吧？难道他受了什么刺激？父王啊，是不是母后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母后真的出事了！哎呀，父王，你别哭了，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别哭了吗？啊！朱大嫂，朱大嫂，我们回家再说。朱大嫂，首领的年兽已经掉下去了。牺牲了！哎呀，朱大嫂啊，你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我们将以你为荣啊！让一让，怎么了啊？朱相公，你的媳妇她牺牲了。他怎么了刚才和年兽一起跳了下去，同归于尽了。跳海？朱相公，啊，跳海好啊，跳海他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，不会朱相死的。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他跳海不会死的。哎，反正我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不懂啊，我去找你。朱相公，你可不能跳下去啊！是啊，不是啊，哎呀，咱们有谁能像朱相公这样能为媳妇殉情的？对，没有。不是，我真的要下去找他呀。朱相公的媳妇为我们牺牲了，我们不能不管呀！把朱相公抬回去！我要下海啊！我要下海！龟丞相，快扶父王坐下。来人呐，把三公主给我抓起来！要不这样的话，你能跟我回来吗？龟丞相，你快叫父王放开我啊！哎呀，三公主啊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们想死你了！快回家歇着吧！龟丞相，怎么连你也这样啊？哎呀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快回去休息啊！去吧。父王，你放开我啊！龙王，回来就好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是啊，摆喜酒，唱大戏，我拿女儿换财宝，是我家女儿，又不是你家女儿，你跟着瞎高兴什么呀？哎，这个老三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今天终于盼到这一天，要出嫁了。你说我能不高兴吗？高兴，大家一起高兴啊！龙王，亲家那边人都快来了，您是不是也该准备了？是啊，我也要沐浴更衣了啊！大锣鼓唱大戏，我拿女儿换财宝。公主，请。干嘛锁门啊？
喂，干嘛把我锁起来啊？放我出去啊！我要见母后，母后啊，救我啊，母后！喂，你们怎么在我家呀？我要去找小龙女。朱相公，朱相公，人已经死了，你节哀顺变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老婆没死啊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她。哎呦，你去找她不就是找死吗？朱相公，你的夫人已经死了，找不回来了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她从小在海里长大，她不会死的，你们让开。哎，朱相公啊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啊非常难受，但是你也要懂顺应天命啊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啊，总之你们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朱相公，我们就是知道你又要去寻死，所以才来保护你啊。是啊，以后我们会轮流照顾你，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。对，这是你老婆给你留的乱炖，赶快吃吧。这帮疯子，跟他们折腾没用，干脆以退为进，把他们打发了再去找龙妹妹。反正她在娘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老婆，老婆给我做的乱炖，老婆的心意我一定要吃光它。好香啊！吃乱炖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筷子。那怎么吃啊？哎，这朱相公吃东西，他怎么能这样吃啊？是啊，这人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难免会举止失常的。好好吃啊，好美味啊！慢点啊！再吃啊！哎呀，媳妇啊，咱们啊，以后也得像他们这样互相珍惜啊。走。白痴，你们才会自寻短见。小龙女，我来了！耶！喂！你以为东海是你家，想进就进？告诉你别再下来，要不饶不了你！我要下去找我的老婆，你别拦着我。找谁都必须有龙王的下海令，你有吗？什么下海令啊？我听都没听过。没有就赶快离开。龙王有令，即日起封锁东海，闲大人等不得擅自入东海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哎呀，这个老龙王又是哪根筋不对呀？封海！快走吧！你要是再敢来跳东海，到时候不是摔一个跟头这么好事了。既然这样，两位大哥啊，你们别动怒了。你们两个也认识我是不是？我是三公主的好朋友啊。哎，大家都叫我帅哥，帅哥啊。嘿嘿，有点印象了，有点印象了。现在呢，我是三公主的爱人呐。不如通融一下啊？要不然这样啊，我不进去也行。麻烦你们转达一声，叫他上来接我总行了吧？接你？三公主被龙王关起来了，怎么接你啊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他做错什么了？干嘛要把他关起来啊？不行，我要下去找他。喂，你们不用这样吧？喂！喂，你在这干嘛？是你啊，朋友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老婆她回了娘家，他们不让我去找她。
好像都不对劲。哎呀，猪哥哥肯定很担心我，急死人了。我送饭来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你们到外边去歇会儿吧。是。哎呦！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刚才是怎么对我的？我一直把你当成心腹，当成比我母后还要亲的人呢。你刚才竟然出卖我，还把我锁起来。对，你这死乌龟！你快点告诉我，父王他到底怎么了？一会儿呢扮成年兽，一会儿又说他不是我父王，父王是不是疯了？哎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我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他疯了，他就是疯了。父王他疯了？嗯。别打！别跟我胡说八道了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了，你又不信，要不你去问龙母。母后？对，她回来了，她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你弄出去见她。就是这里，母后怎么会搬来这里啊？一言难尽，你进去吧。母后，母后呢？我在里面呢，宝贝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母后啊，我心里好烦呢，怎么我一回家，好像一切都变了？父王也搞成这样，你又搬到这里来，还无缘无故的把我锁起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叫，等我一会儿嘛。你这丫头就是没耐心。好了好了，我出来了。哎呀，宝贝，母后啊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宝贝，这一个神物是母后专程从神医馆定制来的震撼神器。你想想看，像我们长期住在这深海里头，体内囤积了很多很多的水，根本就排不出去，所以会膨胀。偶尔蒸一下这神物，不但可以美容，又可以减肥。宝贝，你也来蒸一下好吗？哎呀，我现在没这个心情啊。你看看你，就是这么急性子。从小母后就告诉过你，急躁会影响到你体内心肺平衡，还有火气过旺，肝火上行则会影响面容美丽，你知道吗？对女人不太好。哎呀，你这些美容心得下次再跟我说吧。你快点告诉我，现在龙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龟丞相说父王他疯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你不提醒我，哎呀，我还真忘了呢。你等一下。我让龟丞相把你接过来，就是要让你赶紧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呢，母后一个人扛着。我一定要把我的宝贝女儿送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。母后，你这身衣服，好看吗？这是我请了好多设计师，从头到尾设计出来的红色军装，是不是很帅？军装？你要当将军啊？你要叛变呐？是。难道有你父亲为所欲为吗？哎呀，父王他病了，找一个大夫来治治不就行了？他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他得了绝症啊！绝症。他患的是
不顾廉耻，灭绝人性，财迷心窍，出卖骨肉的病，我一定要替天行道。怎么可能嘛！我也不愿意相信啊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你的父王利益熏心，财迷心窍，就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不顾廉耻，把这个家搞得家不像家，龙不像龙的。我只能一不做二不休，跟他拼了。父王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啊？我不是让你跟三公主说了吗？这个事情，我怎么说得清楚啊？算了，不说也罢，反正很快就过去了。进来。龙后有何吩咐？宝贝，你别以为母后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这宫里面上上下下，你看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有他们的支持，这一仗我一定能打赢的。你要跟父王打仗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还是噩梦？宝贝，你放心，母后很快就会整顿好宫里的秩序。你现在赶紧走，等时过境迁，母后就会派人把你接回来，到时候你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母后啊，求求你了，宝贝，我已经失去了二公主，我不想再失去你，知道吗？二姐，她怎么了？失踪了。失踪了！都怪你，非要到岸上找大姐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这个人一玩就玩疯了，还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。为了找她耽搁了时间，你说待会儿怎么向亲家那边交代呀？可是什么啊？要不是你平时那么顺着她的话，她能那么胆大妄为吗？哎，真是的。我也不想，不想，你就是会想不会做。哼，这婚事要不是我坚持，早就吹了。那，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听说那个东海龙王可不是好对付的，咱们一定要小心。我听说他呀小气的要命，而且蛮不讲理，咱们说话千万别给他抓到把柄。知道了。你不是一直希望自由吗？干嘛现在又把他找回来？哎，不是，他这次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，我真的很担心呐。你说他以后真的不回来该怎么办呢？哦，想不到你对他还挺真心的。我当然真心了，是男人就不应该让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要让她幸福一辈子。行了，腻不腻呀？不如这样吧，说说你吧，你有没有遇到让你心动的姑娘啊？哼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哇，你这么的好赌，哪有姑娘会对你动心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你说什么？哎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说清楚啊！又是山又是水的，什么地方啊？不是地方，是我的爱人，不过被别人抢了。抢了？被一户有钱人家抢去了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她马上就要嫁过去了。哦，那就还没嫁喽，没嫁去就把她抢回来。我单枪匹马，凭什么？喂，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啊？你肯帮我？当然了，我帅哥呢，两袖清风，最重要的是有义气，我一定会帮你把你老婆抢回来的。啊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不过你得先想办法把我老婆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，他们3天之后就要举行婚礼了。这样啊？哎呀，你老婆在娘家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可我的爱人马上就要嫁了，嫁到别人家，那我就没戏了。这样，我先帮你，你再帮我。当然好啦，那我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那不如你们结拜了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咦。
好不到哪里去。最担心的是，他们真的要是打起来了，哎呀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二姐，也许她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纸鹤，你是我最后一招了，快点帮我去找二姐的下落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你们以后都不用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宝贝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等南海的人来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南海的人来干嘛？接你过门呢。什么？接我过门？结婚。跟谁结婚啊？南海9代单传，多位小妞的乘龙快婿，是我们4海之内唯一的一个钻石王老五。你嫁给他，就犹如嫁给一座大金矿的南海龙太子。